快10点了呢，怎么月亮在东边呢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月亮旁边那个亮光好强哦！中华民国101年了，国历6月8号了吧？晚上都9点50了吧？9点45了嘞，都晚上快要10点了，怎么月亮还在东边呢？是闰4月了哈，龙年哦。今天很奇怪的吗？快要晚上10点了，月亮刚刚在东边升上来没多久嘞。昨天有那个金星凌日呢，金星凌日那个是天文奇观呢，怕也会有灾难哦。末法时期要赶快求一贯道，得性理心传，三宝心法，三宝随身保平安，持念弥勒救苦经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弥勒救苦真经。